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2月11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這個胡適又是給金融消費者澆了一盆涼水啊。今天這個 A 股是低開低走，尤其是臨近尾盤下跌加速啊。深成指和創業板指數跌幅超過1%，截至收盤，滬指跌0.7%，深成指跌1.27%，創業板指數跌1.41%。今天這個 A 股確實看着也比較詭異啊。我看了兩眼，上午還是個小幅震盪，到了下午風雲突變，好像就開始加速，尤其是尾盤這個深成指和創業板是加速，但是滬指呢，這個銀行股異動，所以這個滬指尾盤不僅沒有加速往下跌，反而還往上拉了一下，挽回了一點顏面啊。創業板和深成指是加速的狀態，滬指這一塊呢，尾盤啟動了這個農業銀行，尾盤暴拉但是叫無濟如市。這個胡適就是現在叫漲如螞蟻上樹跌似猛虎下山。為什麼這麼說呢？今天這個兩市成交量大概1.86萬億，比昨天多了一點，顯得是放量下跌而且這個陰線還不小。最主要的是上漲的個股只有1032家，下跌的個股4378家。似曾相識的一幕又出現了。上午看似風平浪靜，波瀾不驚，毫無味道，像雞肋一樣，但是到了下午突然跳水，這回沒有像昨天那樣還拉回去了。雖然試了一下，但是無濟於事也是去意已決拉也拉不回頭了，快速回落。這個 A 股淨賣出是1000億，呈現一種加速流出的狀態4300多只下跌這個今天中位數是跌1.7%，也就是一半的股票跌幅在1.7%以上。你想想吧，那今天這個金融消費者可以說是結結實實的挨了一大耳光，挨了一瓢冷水最有意思的是昨天單旗救主的房地產板塊，那今天一開盤就不行，對吧？昨天我就說了這個房地產板塊那就是叫回光返照，叫詐屍，所以每一次反彈都是逃命的最佳時機。你看今天就深度回調那個萬科昨天還是20億這個封板，今天就跌了3.幾%，帥不過3秒經過今天這個走勢虧損的散戶恐怕又多了到底什麼原因導致這個下跌？這個不好說因為實際上這2天消息面還是偏暖的。一個是人民幣在升值，高盛還說了人民幣低估了，人民幣應該在升值25%，大概这意思然後這些死多頭心心念念的美國降息，对吧？美聯儲降息，昨天也說降息了，還要怎麼樣，對吧？小作文小道消息也在傳，還要怎麼樣？消息面暖風頻吹，說明胡適參與的人心裡都有數大家心裡跟明鏡似的，都知道，都是心虛不踏實，都知道這是沙灘上建高樓都知道要比誰跑得快，對吧？既要去這個火中取栗油鍋裡面加肥皂，刀口舔血，空手接白刃，看誰跑得快。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它就暴跌這個散戶可以說有操不完的心我看這個有市場分析為什麼這個當然了，今天跌還不光是咱們胡適跌整個亞太股市全線跳水，這個散戶永遠有操不完的心。先是對吧，擔心美聯儲的降息問題，好了，昨天落聽了美聯儲人降息了，現在又變成擔心日本央行要加息。哎呀，你說這個炒股累不累吧？傳言日本央行要到2027年要進行4次加息這2年裡面要加4次息，這跟胡適有啥關係當然了，這個不影響海外機構繼續唱多胡適，唱多中國資產。這個經濟參考報報道說科技趨勢日益清晰，國際資本加碼中國股市，種種跡象顯示，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正把目光投向中國資產，並從看多中國走向做多中國。就是前面是只打雷不下雨現在也既要打雷又要下雨了。業內人士認為，在低估值、企業盈利回升以及日益清晰的科技敘事邏輯推動下，2026年國際資本回流中國股票市場的趨勢將得到進一步強化。這個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繼續看好，這咱就不說了。我在節目經常說这個券商
保代，对吧？这些配合上市公司造假，还有这个內幕消息，对吧？提前知道上市公司有一些資本方面的運作，他們是最先知道，那麼他可能就會突擊入股。一般的像這種情況啊，就會莫一罰三，嚴重的就是這個資本市場禁入等等啊。但是今天媒體報道啊，有一個券商工作人員就是保代啊，突擊入股賺了200萬，不僅被罰款，還要坐牢10年，這個有點意思啊。財新網報道啊，說近期頗受關注的投行保代突擊入股案迎來一審刑事判決。財新獲悉，12月5日，黑龍江齊齊哈爾市龍沙區人民法院對中信建投原投行部執行總經理杜鵬飛涉嫌受賄罪作出一審判決。龍沙區法院認為，杜鵬飛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受賄罪成立。最終，法院判處杜鵬飛有期徒刑10年2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60萬元，對其違法所得410萬予以沒收上繳。杜鵬飛於2024年10月被齊齊哈爾監委會留置，2025年4月被逮捕，移送齊齊哈爾龍沙區檢察院審查起訴。6月下旬，案件被龍沙區法院受理，並於10月下旬公開開庭審理。其案情主要涉在上市輔導階段突擊入股，這個也很有意思啊。我剛才說的，在過去啊，像這種保代內幕消息炒股，就是莫一罰三或者莫一罰二，這個因此而入刑的基本上沒見過。這一次啊，是以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給他判了。怎麼說呢？也大快人心啊！這個胡適啊，像這種蛀蟲啊，也不給他捉乾淨啊，他也好不了。還有比他更倒霉的啊，這是對吧？投行的總經理。這個21世紀報道啊，今天報道說，董事長司機內幕炒股虧1萬，被罰50萬。內幕消息敏感期內，鐘振超與林先民曾在聯絡接觸，兩人手機通話頻繁。證監局披露，鐘振超係耀領股份董事長，林先民專職司機。董事長的司機啊，那肯定開車的時候耳朵聽見了啊，聽見了不該聽見的。2024年3月27日，鐘振超開車將林先民從上海接回溫嶺，並在林先民家中吃晚飯。吃晚飯次日，就是3月28號下午啊，鐘振超通過微信電話與妻子狄柳燕討論買入悅領股份股票後，狄柳燕立即大筆買入悅領股份，成交金額87.18萬元，資金較前一日放大32倍，並於次日繼續買入悅領股份。最終，內幕信息敏感期內，鐘振超與狄柳燕賬戶組於2024年3月28日至29日買入悅領股份11.32萬股，成交金額112萬元。內幕信息公開後，上述股票全部賣出，一頓操作猛如虎啊！結果他居然虧損14500元。你說這叫什麼內幕信息啊？不僅沒賺錢，還賠了錢。這個大家也知道啊，悅領股份的董事長，他的司機聽見董事長說話，估計是啊，這不是這個絕對的啊，對上市公司來說，那是絕對的第一手消息，對吧？比很多散戶啊，這邊說我聽我朋友說的，你那朋友不知道聽誰說的，都是8手9手消息。就像對吧，貴如胡一進老師這樣的人，都靠周末去參加各種飯局，聽那些基金經理，聽那些什麼那些炒股那些老炮吹牛，對吧？這個知道內幕消息，那個知道內幕消息，這個司機才知道就是真正的一手內幕消息，對吧？然後好嘛，回家就跟老婆商量，打電話，關鍵是打電話跟老婆商量，電話頻繁。最後他老婆一頓操作猛如虎啊，買了大量的這個悅領股份，關鍵是後面還賠了14000，你說這叫什麼事？就這個事情告訴我們，沒有什麼內幕消息，你知道吧？有的時候這內幕消息董事長都把握不住，害人不淺啊。這個證監局指出啊，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事實、性質、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並結合配合調查情況，我局決定對鐘振超、狄柳燕處以50萬元罰款，其中對鐘振超處以25萬元罰款，對狄柳燕處以25萬元罰款，兩人各25萬。你說這個司機開車一年能掙多少錢呢？所以說啊，如果你還在這個胡適打拼啊，搏殺，對吧？不要相信什麼內幕消息啊，對吧？內幕消息傳到你這兒絕對是叫有所圖，對吧？我一直說啊，散戶炒股啊，沒有什麼好下場，除非你把炒股當作消費，對吧？就是花錢找刺激，那沒毛病啊。但畢竟絕大部分散戶啊，到胡適來都是懷揣夢想啊，想着是財富自由。
由，想着是通過這部低買高賣，然後趕上巴菲特。但事實啊，恰恰就是相反，理想很丰满，現實很骨感。大家還記得最近啊闹得沸沸揚揚的就是那個旅遊大 V 蓝占飛，对吧？非洲取經的事啊，今天啊這個事情就揭開了面紗了啊。為什麼我要扯這個呢？首先是這個一個自稱啊，他在南非劫持了蓝占飛。今天啊，一個聊天的一個截屏啊流傳在網上，貌似啊是劫持蓝占飞的那個人發的。他昭告天下，他說啊，我是此前對蓝占飛先生實施非法行為的當事人，他說非常抱歉以這種形式占用公共資源，向受害人藍占飛先生鄭重道歉。他說我的行為確實給他造成了金錢損失和心理傷害，對此我深感愧疚，也真心希望他能早日走出陰影，在南極之旅中得到治癒。這個帖子一出啊，這個網上就炸鍋了。有人說你這是蹭流量吧，對吧？有人撿錢，你還來撿這個罪的嗎？你撿綁架罪呀，人家是撿便宜。有人說你這是蹭流量啊，這哥們急了啊，他說我是为了这個還原當晚的真實情況，以正視聽，避免不實信息誤導大眾。你看顯得他還是個有責任的綁匪啊，對吧？還有社會道義，他肩負社會責任，對吧？你不能任由這些虛假信息導致誤導大眾。然後他說啊，我在此客觀陳述我記憶中的事實，所有內容均能與酒店監控、資金流向等證據相互佐證。這個自稱綁匪的人說啊，他說我因炒股和消費欠下巨額債務。你看為什麼我要在這兒說呢？又是一個股民啊，一個炒股失敗的股民走上絕路啊，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他說啊，今年12月至明年1月是債務到期的最後期限，走投無路之下，一時衝動才萌生了向藍占飛先生索要錢財的想法，並無網傳的蓄謀暴年、惡意陷害。得知他要從開普敦飛往南極後，我臨時決定前往，機票、酒店均是臨行前1天或當天才預定，攜程去哪兒軟件可查，並非提前布局啊。結果這個網友說的好像那麼回事啊。然後他說我已經向這個大使館投案自首了，你們不信。他說經過幾輪是否掙扎自殺後，也就是他這個在崩潰的邊緣啊，想着是自殺還是怎麼着，猶豫再三，決定到卡塔爾中國大使館自首，請求遣返。也就是他在南非作案完畢之後啊，他跑到卡塔爾去了。這個一下就炸鍋了啊。結果更有意思的是什麼呢？是這個《新京報》報道啊，這媒體一看這個大瓜呀，馬上就紛紛跟進啊，是正規媒體啊。這個《新京報》就說了啊，他說藍占飛作案人自稱已在卡塔爾大使館自首，我使館說不屬實。也就是《新京報》去核實了啊，說12月10日晚，《新京報》記者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塔爾大使館獲悉，目前大使館不掌握此情況，沒有符合網絡描述特徵的人員來自首。這是《新京報》啊剛闢完謠，你看是不是這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讓這個事情啊變得好像撲朔迷離。人家說了我去卡塔爾大使館自首了，但是這個《新京報》去一核實說沒有，結果啊峰回路轉了。北京青年報今天中午就11號中午又打電話到中國駐卡塔爾大使館核實，結果啊這回得到的是肯定答案了，說中国驻卡塔爾大使館工作人員向北京青年報證實，的確有人在當地向警方自首，因涉及個人隱私，不便過多透露。什麼意思啊？那就是根據驻卡塔爾大使館的說法，那確實啊，這個人就是綁架藍占飛的那個人，也確實投案自首了。這個藍占飛對吧？南非取經案轟轟烈烈，也就2天就告破。大家感興趣可以自己在網上找一找這個藍占飛這個作案的这個人啊，他自述。我為什麼要強調他這個股民身份呢？對吧？他是個炒股失敗的。按理來說，這一年不是牛市嗎？他們怎麼會還賠錢呢？根據這個作案的人說啊，他不是什麼買通航空公司啊，他就是在網上看到藍占飛他的行程啊，他要去南極嗎？說哪一天？然後這個人他在國內啊，他是臨時決定，他逼急了沒錢了，走投無路。那藍占飛在他眼裡就是個移動的金山，對吧？所以他就打起了這個歪主意啊，直飛啊南非。然後他呢，因為他知道這個藍占飛喜歡坐頭等艙，估計他算了一下啊，恐怕就那幾個航班有。完了他就在外面等着，等了3天，
才等到这個藍占飛。這個人說啊，他本來這好像是租了個出租車吧，對吧？想把藍占飛騙上這個出租車，結果藍占飛沒上，他就改變計劃啊，他就跑到藍占飛住的那個酒店，對吧？我估計這個粉絲啊，就這個作案的人呢，他又是跟蹤了藍占飛啊，住哪個反正是5星級酒店。然後他說啊，他就到前台冒充，就到晚上呢12點跑到前台冒充藍占飛，跟前台服務員說，讓他是那個酒店的門卡他丟了，再補辦一張門卡。對老外來說啊，反正中國人長得差不多，他也分不清，然後就幫他補辦了一張藍占飛的房卡。哎，人家拿着房卡說，這個綁架的這個人啊，他還本來是雇了3個黑人，前2個黑人一聽他說啊，就是出租車司機啊，他本來想雇2個人給他裝绅士，对吧？顯得好像他在當地混黑社會的，有的是人。結果那前2個出租車司機一聽說，嚇得哆嗦不幹，這犯法。第3個這個出租車司機呢，哎，那人他願意同意了，跟着他後面壯膽子。但是據這個綁匪說啊，第3個這個黑人呢，情緒波動比較大，就屬於那種不好控制，有點暴力傾向，所以進了這個藍占飛房間之後啊，他害怕這個黑人在那兒動手或者怎麼着的出現意外，他把黑人支使到酒店外面，就是那個房間外面去了，讓他在外面待着。所以在房間裡面救這個作案的人和蓝占飞2個人。按照這個作案的人說啊，確實給藍占飛嚇一跳，這睡着半夜突然發現多個人呢，坐在那兒，一個坐床頭，一個坐床尾，2人就開始了談判。自始至終啊，沒有拿刀，沒有刀，他就帶了個防狼噴霧和一個玩具手槍。據他自己說啊，玩具手槍，2個人在那談人生，談理想。最後啊，這個劫匪說要給這個藍占飛打欠條，說就算是借的啊，借他這個錢。總之啊，藍占飛啊轉給這個劫匪在國內的賬戶啊108萬。據說臨走的時候還跪下給他磕頭，就給這個藍占飛啊感謝他。現在啊，這個當事雙方都出現了，你看都在晚上發生了，一個還真是投案自首了，這個沒得說啊。那藍占飛說的什麼刀尖架着脖子，對吧？眼睛一睜，脖子上架着刀，然後有什麼，對吧？黑人取經，什麼逼他什麼，对吧？摸女性的什麼衣服，对吧？好像都沒有啊。藍占飛這自己給自己加戲是嗎？正因為藍占飛說這些啊，這個劫匪他看不過去了，他覺得你這個太離奇了。劫匪看不下去，跑出來闢謠說沒有這些啊。當然了，咱們今天講的重點不是這個啊，不是這個過程，是說炒股害人不淺。你看看一個炒股失敗的，走投無路，走上這個犯罪道路。小散戶炒股啊，对吧？不要老盯着巴菲特，不要老盯着什麼段永平什麼的，林園，對吧？那些人都是傳奇，都是驢糞蛋子啊，表面光鮮，對吧？你要多看一看上海爺叔，你看看你現在去刷一刷啊，在那個上海的公園裡面，大路上上海爺叔那個蹉跎的，對吧？那個身影越來越蒼老，越來越憔悴的那個背影啊，就像一個像極了那個乾枯的樹枝啊。这個股市打擊得他多大呀？上海建工現在就是2.6塊了，你看看吧，蹉跎了4月啊。這個爺叔這個下場還做好的，好歹沒有走上違法犯罪。那這個綁架藍占飛的，你看炒股失敗啊，所以多看一看這些故事。這個劫匪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賭徒的特徵，對吧？一個賭徒他是聽不得錢的，他還絞盡腦汁的去弄錢，想着翻本。所以藍占飛的這個悲劇啊，也不能叫悲劇吧，鬧劇啊，責任在胡適。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啊，最近晚上不是颳起了一股風嘛，就是反制降智啊。咱們在以前的節目裡面和直播裡面也說過啊，這個實際上它很多都是一脈相承啊。就比如說啊，什麼西方唯史論啊，西方的文明都是一是偽造假的，第二，即便有，那也是從中國偷過去的，或者從中國借鉴的学過去的啊。西方唯史論後面又出現什麼《紅樓夢》啊，國有版《紅樓夢》是道明姬清，再後來也有好多人說的吧，什麼永樂大典啊，被这個西方偷去之後啊，所以西方的这個近代科技如虎添翼啊，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永樂大典就是一個藍圖啊，所有現代的科技在裡面都能找到影子啊，大概這意思吧。因為我也不看他們的這個節目啊，但是他說的就這個意思。那到後來對這個電影《芳華》的過度解讀，然後現在還有人在搞什麼1644史觀，什麼1644史觀呢？就是說啊，這個滿清入關打斷了咱們的文明，否則咱們現在比美西方還要進步，就這意思啊。我們現在為什麼現在這個現狀啊？那是因為這個滿清入關導致的。你看看滿清一被推翻以後，我們又成為世界第2，對吧 ？GDP 世界第2，然後現在多發達啊！你看，所以證明啊，就是滿清來打斷了咱們的文明。針對這個現象啊，胡錫進老師坐不住了，終於忍不住了啊！我估計是胡錫進老師恐怕也是天天刷短視頻刷到的，跟我一樣啊。就是說你不看都不行，就是我刷抖音啊，這天天給我推送
這玩意，這垃圾，我都點了啊，不感興趣，都没用，還給你推。一個女的在那講什麼啊，蒸汽機啊，蒸汽機這是我們發明的啊，明朝我們就有蒸汽機了，至少有各種資料說明啊，我們有能夠做蒸汽机的材料，有能夠做蒸汽机的技術啊，有能夠做蒸汽机的理論，你看看都具備了啊，那為什麼没有发现蒸汽机呢？啊，那这個就有種種原因導致了。但是這些東西傳到歐洲之後，歐洲人馬上就搞出了蒸汽機，你這簡直是就是降智啊，不停的給你推送，就是他就給你餵屎，你不吃啊不行，你說這不好，他還得給你餵。我估計啊，胡一金老師恐怕天天刷這個短視頻啊，刷這個微博也是不停的給他餵，煩了，所以他開始評論了啊。他說這個越來越發現歷史虛無主義原來有無窮多的發揮空間和場景，有些是有政治目的的，有些是抬槓抽風式的，還有一本正經編荒唐故事哗眾取寵的。對歷史虛無主義不重視，他們就會來勁搞成大動靜，太認真回應，有時又抬高了他們，創位會創得更厲害。互聯網的場域中，這個問題本身既真切又虛無，惹不惹他們都會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寫的特別長啊，我就給他也重點的念一念啊。他說這個把歷史掰開來，假設如果不發生什麼，後來的中國會如何如何，這樣說一說，想象一下，人們很難免會有這樣的興趣。作為談資無可厚非，也就是拿這個開玩笑當段子當梗沒什麼。大家還記得互聯網時代有個梗嗎？就是一個晾衣架改變了世界进程。這個梗的開始就是假如那一天，對吧，潘金蓮沒有打開窗戶，那個對吧，就不會有衣服架掉下來砸中這個西門慶，不會砸中西門慶，他們就不會認識啊，就從這個開始啊，影響了世界進程。這個互聯網時代這個梗挺多的啊，但是那個時候唯一不同的是，那個時候大家都把這當梗開玩笑。胡金老師說啊，他說比如清軍入關，如果當時的中原政權足夠強大，就能夠抵抗北方的鐵騎，中原3億人被白山黑水間崛起的100萬女真人征服，這是當時政治合力導致了大變局，之後形成新一輪民族和文化融合，怎能從民族區分的角度對那段歷史重做價值判斷呢？清朝的確落後了，但中國文明衰落，怎能以這樣的簡盲常識的方式洗白甩鍋？也就是你不能把落後甩到這個清朝人頭上。這個咱們以前節目也說過啊，對吧？咱們要着眼現在，立足現在，對吧？面向未來，咱們对吧？以史為鑑。但是你把這個責任你怪古人有什麼用啊？再說你怪他不對，最主要是怪他不對。這是胡金老師說的啊，他說啊，再說說永樂大典，我們稱讚他。有些人添油加醋，說整個西方文明源頭就是永樂大典，甚至聲稱鄭和船隊的動力是蒸汽機，在個圈子裡自嗨可以看成晚上一種娛樂方式，但是這種自嗨也別太過火，別太有對圈子之外的攻擊力。也就是說這就是我的觀點啊，就是你《紅樓夢》的魁有版，你可以當着玩笑看沒毛病，當娛樂，對吧？你這玩意林黛玉就是崇祯吶，對吧？贾寶玉就代表的是這個傳國玉玺，沒關係，沒毛病啊。但是你拿這個攻擊人家別的，對吧？《紅樓夢》的這個觀眾那就不對了。也就是你喜歡吃屎沒關係，你不要老餵別人吃，對吧？就是這個邏輯啊。那有人喜歡吃榴蓮，有人喜歡吃臭豆腐，有人喜歡吃那個，對吧？臭的那沒關係啊，他吃唄。但是你強迫別人吃就不对，对吧？然後你說別人不吃的都是傻子，那更不對啊。就這個意思啊。這個胡一金老師說啊，不要搞成大輿情，生出網絡娛樂之外的創味兒。如果真那樣過頭了，就很不好，是吧？現在網上有股把不正經當正經炒作的能量，古怪並激烈的解讀某個舊作品的超級熱搜不時出現。你看看啊，這是胡一金老師，你看受這干擾了吧？也就是解讀《紅樓夢》啊，這魁有版，我一刷抖音啊，老刷到一本正經的。他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否是因為網上有種戾氣需要釋放，抓住什麼就用什麼附體？你看這叫陰魂不散啊，叫附體。大概很多人对此還沒有琢磨透，對於該不該比較認真的對待他們也有點困惑啊。胡一金老師後面還有很多判斷啊。實際上我認為啊，不管是《紅樓夢》這國有版，還是什麼西方唯識論、永樂大典這些東西啊，你與其說它是什麼正能量啊，你還不如說它是高級黑，他就故意的，就是一种高級黑啊，應該這麼看。因為這個智商再差的人，他就是沒受過9年制義務教育的人，恐怕也不會真心的相信他所說的啊。很多人的信，很多人傳播這個東西，實際上就像胡一金老師說的一樣，他
心中有怨氣，他是拿这個當事兒，借着這個來傳播，對吧？這個作為一個載體，那把他們的這個怨氣啊，這種附在上面啊，應該這麼理解。那這個原因怎麼導致的呢？那還是對吧？輿論不暢嘛，對吧？這正常的說話說不出去嘛，你容易被封殺。你一本正經的舔正能量，也可能被封殺，对吧？你比如那個詹雪峰老師，對吧？還有那个现在好多啊，這盧克文工作室是吧？好幾千萬粉絲也給禁言了。還有什麼？我看還很多正能量博主都禁言。也就是說，這些人你一本正經的舔也是禁言。那比如像那個什麼護子，對不對？還有很多啊，也是禁。還有很多已經消失的大 V。那在這種情況下，人也要說話，對吧？也有很多東西要表達，那怎麼辦呢？確實就是陰魂附體啊，他就附這些東西。你說你挑他，人家解讀《紅樓夢》說國有版，你挑他毛病，你說你把他封殺，好像也找不到什麼理由，對吧？而人家吹《容樂大典》好，你也把人封殺，好像也不行吧？所以說啊，這個我認為啊，歸根結底，是吧？還是輿論管控出了問題。哎，如果大家都能暢所欲言，像這些它根本就沒有市場，真理，對吧？有邏輯的東西大家聽不到，那這些外力學說那就大行其道，不就這麼簡單嗎？我認為啊，相信那一套學說的，真心相信的啊，是絕對少數，絕大部分人都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在裡面推波助瀾，越離奇越好，越降智越好，形成一股洪水啊，它反而能裹挟越來越多的人，到時候假的也是真的，真的就是假的。你可以封殺他們，然後過幾天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按下葫蘆起了瓢，對吧？不能治根兒，所以胡錫進老師他也給不了什麼好建議啊，因為他就提倡動不動要治一下，你這要治，對吧？就已經偏離了方向，讓大家暢所欲言，天塌不下來，對吧？真正的暢所欲言，那這些東西它自然就像過街的老鼠一樣，人人喊打，沒有市場。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